點解糖友從此告別降糖藥，胰島素危害，幸福後半生？降血糖淨係食藥唔得㗎，無論係西藥、中藥，抑或係胰島素，一旦長期使用，都會透發藥源性併發症。原因如下：西藥併發症容易沉積化學毒素，容易喺血液同血管壁囤積，腐蝕精神系統，造成手腳麻木、發涼、皮膚瘙癢、傷口難愈合等等，必須小心誘發高血壓、動脈硬化、腦中風、冠心病等併發症。傳統中藥併發症含有唔容易排出嘅重金屬，重金屬留喺體內會造成噁心、嘔吐等腸道疾病，累積喺肝腎而誘發肝區疼痛，患上脂肪肝、尿毒素等併發症。研究發現，服用肉桂能提高血糖代謝。美國研究發現，肉桂能增強細胞對胰島素嘅反應，所含成分仲能使糖分分解嘅速度加快，顛覆咗百萬糖友食藥打針嘅傳統模式，係尿糖問題者嘅福音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採用完善嘅科學化提取技術，萃取肉桂水溶性成分，唔含雜質及有害成分，使人體更易吸收其草藥精華。佢有助溫養脾胃，促進消化液分泌，溶解碳水化合物及激活胰島素嘅反應能力，有助促進糖分同能量嘅轉換過程。除咗肉桂，根黃肉桂精華膠囊亦含有多種草藥濃縮精華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60粒加20粒免費，售價新幣48蚊，喺新加坡各大中西藥材店均有出售。詢問電話65625526，65625526。